珠海市中心最靚嘅一梯一戶嘅大平層，80萬就可以攞低碧綠嘅湖水加山景啦。好，感受下呢套170平方嘅戶型，客廳開間15米啊！你睇三面採光嘅客廳啊，餐客廳成為一體，廚房5件套電器送俾你嘅啊，層高3米。好，入門口。一梯一戶嘅旁邊咧，玄關位嘅右手邊就係客房啦。客房都係帶雙人嘅洗手池，好靚嘅哈。好，入戶呢度一梯戶嘛，有8個平方嘅獨立空間係送俾你嘅。其中4房3房咧係朝南向嘅，好靚。3間房都係睇湖景同埋山景哈。好，呢啲景色珠海嚟講絕美啊！樓下就有4000平方嘅業主會所啦。健身房、游泳池、會客室都齊備，主人房咁靚嘅套間哈。好，我哋小區出發10分鐘就可以去到拱北口岸，仲有港珠澳大橋，我哋行路5分鐘都可以到達華發商都啦。